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9，耶利米书17章14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我就得到医好；拯救我，我就得到救。因为你是我所倚靠的。三甲来祈祷，要医治阮、拯救阮，是阮所学落的天父。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坚固的石盘，你是阮危难中的避难所，你是阮活命的主宰。主啊，阮要尊你最大，也要学落你至圣的名。因为你的听长、阔、悬、深，你的怜悯每一天拢是新的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倚靠你，一世人跟对你来行。主啊，阮的身躯有时满是病痛甲软弱，阮的心灵也感觉野神，总是愿知你是人民疼痛的上帝。你是医治看顾的天父。主啊，求你医治阮，阮就得到医好；求你拯救阮，阮就要得到救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所学落的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